夏天一到，香港嘅潮濕天氣隨時會令你屋企個米缸變成谷牛嘅瘋狂繁殖場。如果唔即刻做足防範措施，每日都會喺唔覺意之間食咗啲蟲落肚。白米係我哋家家戶戶飯台上唔少得嘅主食，廚房入邊總會買定啲米擺喺度。不過香港嘅天氣好潮濕又鬱谷，啲米擺得耐就好容易生一種黑色嘅細蟲。香港人通常叫佢做谷牛。大米生谷牛其實係一種好正常嘅自然現象。好多市民一見到啲米生谷牛，就覺得啲米已經變壞咗啦，直接成袋掉咗佢。咁樣其實真係好浪費。事實上，只要用啱方法清走啲谷牛同埋佢哋嘅排泄物，再將啲米徹底洗乾淨，呢啲米依然係可以安全咁照常食用嘅。有部分人會選擇將生咗蟲嘅米擺出太陽底下暴曬，以為咁樣可以曬死啲蟲，但係呢個做法其實唔科學。實際上亦都唔建議大家將白米攞去曬，因為谷牛本身好驚光，遇到強烈嘅太陽暴曬嗰陣，佢哋唔會自己爬走，反而會本能咁嚟埋落米堆最深處。喺米堆中心溫度升高而且又隱蔽嘅環境之下，谷牛反而會繁殖得更加快。啲蟲嘅數量不但唔會減少，反而會越嚟越多。加上白米本身有比較強嘅吸濕能力，如果擺喺太陽底下曬，會令到米粒入邊嘅水分迅速失去平衡，從而冇咗原本嘅吸濕特性。咁樣會令到原本一粒粒完整嘅白米裂開變成碎米，嚴重影響白米食落去嘅口感同質素。除此之外，如果將曬過嘅白米擺翻喺潮濕嘅環境，就會更加容易發毛同埋再惹谷牛。為咗令白米可以保存得更耐，又唔容易生蟲，我哋可以利用幾種日常常見嘅物品嚟及早預防。第一種就係薑，只需要先將啲薑曬乾，跟住切成薑片或者薑絲，然後準備一個全新嘅即棄口罩，用膠剪剪開其中一邊，將適量切好嘅薑放入口罩嘅內層入邊。放好之後，利用口罩原本嘅耳繩，將剪開嘅開口紮實。最後將呢個裝住薑嘅口罩包直接埋入白米入邊，等啲白米完全遮住佢。因為曬乾咗嘅薑可以有效吸走周圍環境嘅水分，同時佢陣刺鼻嘅氣味可以有效趕走谷牛，對白米嘅長期保存非常之有幫助。除咗薑之外，蒜頭一樣有非常相似嘅驅趕谷牛效果。蒜頭係我哋廚房入邊經常必備嘅調味料，佢有一陣好濃烈嘅刺激性氣味。呢陣除對我哋人嚟講可以增加食物嘅香味，但對於谷牛嚟講就完全頂唔順。具體嘅做法好簡單直接，首先準備一整粒完整嘅蒜頭，剝開佢，搣成一瓣一瓣，跟住用菜刀嘅側面將每一瓣蒜頭輕輕拍扁，將拍好嘅蒜頭直接插落生咗蟲嘅白米入邊，均勻咁埋喺唔同嘅位置。因為蒜頭趕蟲嘅效果好快，通常2分鐘左右，啲谷牛咧就會自己爬走。要特別留意嘅係，做呢個步驟嗰陣，最好將裝米嘅容器搬出室外，例如屋邨嘅走廊或者屋企嘅露台，費事跑出嚟嘅谷牛喺屋企四圍爬。蒜頭驅蟲法好適合白米入邊已經有好多谷牛嘅情況，見效極之快。另外，如果米入邊淨係得零星幾隻谷牛，又或者純粹為咗預防生蟲，可以直接將一整粒未剝皮嘅蒜頭放落米缸入邊，因為米缸入邊嘅環境相對比較乾身，將蒜頭埋喺入邊，唔單止可以趕走谷牛，仲可以有效吸走蒜頭多餘嘅水分，從而防止蒜頭喺潮濕天氣之下發芽，簡直係一舉兩得。第三種係米酒或者孖蒸酒。只需要攞出一樽屋企飲剩嘅高濃度白米酒或者孖蒸，將成個酒樽直接埋入白米之中，淨係將樽口部分露出米面，然後打開個樽蓋就得。呢個做法嘅原理係因為酒入邊揮發出嚟嘅酒精有殺蟲同埋殺菌嘅實際作用。將佢打開蓋擺喺米缸入邊，
酒精氣體咧就會喺米粒之間散發，咁就可以有效防止白米生谷牛。利用以上3種簡單又實在嘅方法，就可以妥善保存白米，免受潮濕同谷牛嘅困擾。第4個方法係利用雪櫃進行低溫處理，特別適合居住空間比較細嘅家庭。當我哋買嘅白米數量唔多，又或者剩翻唔多嗰陣，可以將啲米裝入乾淨嘅膠袋入邊。如果屋企有密封性更好嘅密實袋，效果就會更加好。將啲米全部裝入去之後，盡量擠出袋口嘅空氣，然後打死結或者拉實個封口，確保白米處於完全密封嘅狀態，防止外面嘅水氣入去搞到啲米受潮。跟住將密封好嘅大米放落屋企個雪櫃度保存。大米本身咧係唔怕低溫冷凍嘅，所以無論係放喺雪櫃嘅保鮮格定係冰格都可以，完全可以根據雪櫃入邊剩低嘅位嚟靈活安排。特別係放喺冰格入邊，只要密封功夫做得好，啲米擺1、2年都唔會變壞。如果啲米已經生咗蟲，呢個方法一樣啱用，只需要將生咗蟲嘅米用保鮮袋分裝好，直接放落雪櫃過冰格雪24個鐘頭。喺低溫環境之下，谷牛會被完全凍死。之後喺煮飯洗米嗰陣，凍死咗嘅谷牛因為重量比較輕，會自動浮喺水面。咁樣咧就可以非常之快又輕鬆咁將啲蟲同啲白米分開。除咗白米，平時屋企擺放嘅紅豆、綠豆等雜糧，如果喺潮濕天氣保存得唔好，都非常容易俾蟲蛀空。針對呢啲雜糧，可以儲起屋企飲完嘅水磚，等佢完全晾乾之後，將雜糧咧裝入去凝實個磚蓋，一樣放落雪櫃冰格保存。呢個方法唔單止防蟲效果極好，而且平時攞出嚟用都好方便衛生。第5種方法係自製驅蟲包，主要針對屋企買落比較多米嘅情況。有啲家庭可能習慣一次過買幾包8公斤或者10公斤裝嘅大米，面對咁多米，可以利用屋企常見嘅物品自製驅蟲防潮包。準備一個乾淨嘅全身即棄口罩，用膠剪剪走口罩嘅其中一邊。因為口罩係由多層不織布造成嘅，呢種物料透氣性極高，非常適合用嚟整驅蟲包，可以令入邊啲材料嘅氣味順暢咁散發出嚟。剪開之後，口罩自然形成咗2個連住嘅細袋仔。喺口罩嘅其中一邊袋仔入邊倒入少量嘅乾茶葉，另一邊嘅袋仔就放入少量嘅花椒。裝好材料之後，將袋口邊緣側平。然後利用頭先剪落嚟嘅口罩耳繩，將開口位緊緊紮實。口罩嘅耳繩彈性好好，紮起上嚟好方便。紮嗰陣咧，一定要兜多幾圈，打個死結，確保成個驅蟲包牢固密封。如果紮得唔實，搞到入邊嘅茶葉同花椒跌晒落啲米度，日後洗米嗰陣咧就會好難揀翻出嚟，惹嚟不必要嘅麻煩。所以整好之後，一定要仔細檢查清楚，睇下會唔會漏啲材料出嚟。對於10公斤或者25公斤裝嘅大包米，建議喺袋入邊放2個整好嘅驅蟲包，擺放嘅位置一個直接埋入白米嘅最底層，另一個放喺中間位置，將驅蟲包完全埋入白米入邊，就可以發揮長效嘅驅蟲同防潮作用。背後嘅科學原理在於材料嘅特性。首先，茶葉表面有膠質成分，佢嘅物理結構好似活性炭咁，有極強嘅吸附能力，可以有效吸走白米內部同埋周圍空氣中嘅濕氣。有咗茶葉嘅保護，就算喺香港最潮濕嘅回南天，大米都唔容易受潮發毛。其次，花椒咧含有一種天然嘅抗氧化物質，仲會散發出特殊嘅辛香味。新鮮嘅花椒氣味好濃啊，隔幾米都聞得到。呢種氣味趕蟲嘅原理同蒜頭一樣。谷牛對花椒散發出嚟嘅揮發性氣味極之敏感同抗拒，會主動行遠啲。將茶葉同花椒結合喺透氣嘅口罩入邊，放落米袋，提供一個乾爽又無蟲嘅安全環境。用呢個方法保存嘅白米，就算擺得耐啲，都唔會惹谷牛。
同時因為某受潮，舊米煮熟之後嘅口感依然可以保持到好似新米咁嘅質素。要提提大家，隨住時間過去，驅蟲包入邊嘅氣味咧會慢慢變淡，吸濕能力都會飽和，所以需要定期檢查同埋及時更換，先可以維持最好嘅保護效果。總括嚟講，應付大米生谷牛嘅問題其實唔複雜，亦都唔需要浪費糧食。根據白米嘅存量同生蟲嘅嚴重程度，揀翻啱用嘅方法就得。只要掌握咗呢啲方法，就可以輕鬆打理屋企嘅糧食，徹底解決白米生谷牛嘅煩惱。